即係中大醫院啦，今年就係50年嘅。咁其實嚟緊3至5年有乜嘢嘅發展大計咧？我聽你早前喺立法會就講啦，就話其實咧中大醫學院咧都有啲醫療嘅優勢，包括可能6個重點科目啦，亦都諗住去發展呢個跨境病人啦，可能去大灣區病人呢兩方面有咩計劃？好啊，嗱，我哋咧本身喺寶寶，做過一個寶，所以咧抄啲都睇緊呢有啲咩優勢。咁我哋睇緊中大醫學院自己喺臨床方面有優勢啦，我哋嘅專家有咩優勢啦，我哋嘅教授有咩優勢啦，我哋醫院嘅設備喂，上嚟。別想。做咧就做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集中啲咧有2個方希望咧就係發展到令佢成為一個唔單止係我哋自己中大嘅優勢啦，亦都係成為香港嘅一個優勢，好緊要唔係淨係為咗自己，希望為香港嘅學科咧都打造一個咧，即係令到大灣區又好，東南亞都覺得咧，係喎，即係香港其實都唔差喎，有啲科目係做得可以好好。咁譬如我哋睇緊咧喺我哋自己醫院同埋中大醫學方面咧，我哋揀咗咧眼科啦，中大嘅眼科啦，耳鼻喉科啦，我哋嘅心臟科我哋嘅腦神經科都係咧，我哋覺得唔錯啊！第6樣咧就係肝膽胰啦，同埋前視，再加埋婦科，咁呢6樣咧，我哋都會做呢啲發展。整個大灣區病人道，你知啦，而家其實都好多人去北上去睇牙或者甚至睇醫生去先至檢查。咁中大醫院有咩優勢？首先係留到香港人啦，同埋佢更加係你哋想係吸引大灣區嘅病人過嚟。呢個咧都係午間新聞。因為隨住收費應該係相對係平好多啦，咁質素高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好多市民喺上邊做一啲體檢啊，做一啲簡單嘅服務啊，即係簡單嘅手術啊。媽媽，呢個高鐵。媽媽，呢個高鐵。呢個西九龍站。媽媽，呢個西九龍站。媽咪，媽媽，呢個西九龍站。我就相信咧，香港嘅醫療仍然有好多優勢，因為我哋本身咧，媽咪，西九龍站，西九龍站。我哋嘅專家咧，亦都本身咧係嗰個國際化嘅，咁所以簡單講咧，大家嘅服務緊嘅係一種少少唔同嘅嘢嚟嘅。媽媽，西九龍站。講咗我哋咁多優勢，點樣去話到俾人聽？點樣有個渠道令到大灣區需要嘅人士可以落到嚟？呢個就係我哋未來嘅挑戰。好啊，咁我哋今日多謝晒鍾健禮上嚟同我哋傾嘅，我哋下星期再見。